东京奥运台湾代表团的授旗典礼伫今仔日举行，也因为三级警戒改做是线顶办理。这摆奥运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后一档，而且无开放观众入场。羽毛球国手戴资颖加体操国手李志凯嘛讲到因是安怎来面对这摆疫情当中的国际体育比赛。请林团长挥舞团旗，团旗飘扬，神采飞扬。团旗飘扬，祝福奥运代表团顺利。今年因为疫情，奥运代表团的授旗典礼改做线顶办理，侪侪选手甲教练透过视讯的方式参加这摆的授旗典礼。在这段时间以来，一面严格落实防疫，一面按部就班维持高强度的训练。我们在奥运参赛的18个运动种类，66名选手中，有举重的世界纪录保持人，有羽球的世界球后，有体操的鞍马王子，有亚洲标枪第一人，也有台湾跑得最快的男人。这摆的奥运因为疫情延前一档，而且嘛无开放观众入场，安怎应应这摆无同的奥运是大家真好奇的。我们1月的时候在泰国比赛就已经是没有开放观众，所以有那一次比赛的适应，我觉得可以更容易去习惯说没有观众欢呼的比赛。重点是摆在防疫物质，因为毕竟这次充满了不确定性比较多，所以其实对自己能够做出更多的保护，其实是更重要的。李志凯表示，这摆奥运进前，因为疫情减袂少比赛的经验，所以伫训练的时有无去真侪比赛时可能拄到的状况，用无同的方式来准备这摆的东京奥运。记者郭北根、郑派文台北报道。